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達達。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啲滑板動作，咁啊就係 Frontside 180。咁我哋即刻睇下先。首先，我哋學 Frontside 180之前咧，係需要學咗 Ollie 先嘅，同埋 Frontside Power Slide 嘅。第一步轉身。首先咧，上半身咧就向內轉先嘅，咁之後咧就好似扭毛巾咁啦。因為咧轉身出式係需要個膊頭帶動先，咁咧就會令到你個人咧同埋塊板咧就會容易啲轉啦。第二步 pop 板，平時咧我哋 Ollie 咧 pop 板咧係垂直向下 pop 嘅，咁咧我哋今次咧就會喺個板尾較下少少位置 pop 嘅，咁咧就會令到塊板咧再會容易啲轉啦。第三步掃板，當後腳咧拋完板之後咧，我哋前腳咧就會跟住塊滑板去咁樣向外咁樣掃嘅。咁同時間啦，我哋個人啦同埋後腳咧都會跟住塊滑板轉180。第四步 land，當你個人啦同埋塊滑板啦轉完180度之後咧，雙腳同時間會落地嘅。咁你咧會變成 switch 咁樣行嘅。咁之後咧，你記得個重心咧要向翻前嘅。我 Frontside Ollie之前，咁大家咧可以試下喺原地先做咗個 Frontside 90度先。之後再做一個 Frontside 180，最後先行轉做一個 Frontside 180。第一步轉身，第二步 pop 板，第三步掃板，第四步 land。